后来继续来看立委鲍坤琪，昨去参加花莲4位高中的毕业典礼。致辞的时阵，讲到伊代表花莲到国会争取资源等等的内容。罢免团体质疑，把毕业典礼当作是政策的宣讲会。鲍坤琪的办公室目前是暂时无回应。另外，鲍坤琪反罢免的文宣去互篡改，国民党花莲县党部讲要告。其代表花莲到国会争取后山的资源，我们已经顺利完成。明年开始，国家的统筹分配，花莲县每一年能够多160亿元。国民党立委鲍坤琪致辞分享伫咧国会政策，不过看台客人大部分穿制服，原来这是一场毕业典礼。鲍坤琪回到选区花莲参加4位高中的毕业典礼，所互人质疑活动充满政治味。罢免鲍坤琪民团美工花莲发言人伫咧社群平台铺文，甲毕业典礼当做政治任务的宣讲会，请问毕业生含家长会安怎想？分享毕业生传信息互伊，投诉鲍坤琪来毕业典礼宣讲政策，会感觉真唔习惯。我们昨天不是毕业典礼，大家一直把那东西拿上来。上面讲，我们觉得有点不被尊重的感觉。毕业典礼啊，就是应该是讲关学生有关而已吧？对，应该跟政治没有关。针对毕业典礼谈政策，鲍坤琪办公室目前并无回应。鲍坤琪团队最近空前陆战，全力推出反罢选票，就是因为伊的罢免第2阶段人数唔拿通过，佮达到法定门槛的1.7倍。团队制作真侪反罢免的文宣，不过这亏线煞互人篡改。亏线顶本正写无同意罢免，叫改做是同意罢免。相片伫咧网络顶流传，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嘛全力回击，将回应篡改政治任务文宣涉嫌伪造文书、放送无实在资讯等等刑责，侵害个人名声含选举公正性，已经收集证据，会请律师解告。大罢免第2阶段陆续结束，开始进入到第3阶段投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